看看哦。哇，快晚上9点半了。什么？已经9点半了？那默默亮亮，你们要赶快上床睡觉喽。我很乖，我刷牙也洗脸了。我也有刷牙洗脸了。彤彤姐姐晚安，我要去睡觉了。记得要换上睡衫、睡褲，就是睡衣和睡裤哦。我的睡衣脏了耶。上礼拜就叫你把那件脏脏的睡衫拿去洗，那现在怎么办？你该不会要光溜溜的睡觉吧？彤彤姐姐，没关系啦，我还有运动服啊。咦，运动衫、运动服，穿运动服睡觉很奇怪，那是运动的时候才要穿的。彤彤姐姐，明天学校规定要穿运动服哎，我晚上穿着睡觉，明天就不用换啦。亮亮，不可以这样啦！衣服穿着睡觉，明天衣服就会皱皱的，很丑哎。真的不可以穿运动服睡觉哦。不可以。小朋友，睡觉时要穿什么衣服呢？睡衫、睡衣，睡衫、睡衣，这是什么呢？睡衫，这是一件睡衣。小朋友，运动的时候要穿什么衣服呢？运动衫、运动衣，运动衫、运动衣，这是什么呢？运动衫，这是一件运动衣。睡觉的时候要穿什么裤子呢？睡褲、睡裤，睡褲、睡裤，这是什么呢？睡褲，这是一件睡裤。默默好棒啊！睡衫、睡褲、运動衫，3句客家话你都学起来了吗？哈克乌拉拉，我们下次见，再会哟。